大家可以看到，那目前现在在这个发生事故的坑口的位置，现在是集结了多支的救援队伍。那我7点半到达现场的时候，看到了一小队的这个救援人员抬着担架进入到了矿井内。那目前为止，这一小队的这个救援人员还没有升井。那目前我们看到所有的现场的这个救援队伍，大家都在这里焦急地等待着。目前井下一共在井下有87名矿工作业。那事故发生后呢，其中66人是安全升井，21人被困井下，19人遇难。那目前在井下还有2名矿工被困在井下，救援工作还在紧张的进行中。那现在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，现在的我们看不到了，这个灯灭了。另外我们在现场了解到这个情况呢，刚才我在这个现场这1个小时的时间，大概看到了4辆矿山这个救援队伍的这个车辆进入到了这个百吉矿业内部。所以这里人员在这里警戒。那我们看到还有一些车辆在进出这个百吉矿业，但是目前还会继续的坚守，会持续。